刚才讲到明仔就是肉粽节，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内底动物即马是有够幸福，今年嘛拢有粽通好食。因伫咧屏东嘛有办一场比赛，毋是比徛卵，是比人倒徛看啥人徛上久。参加人动作同款开始倒栽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连续有人挡袂牢青友团一直加球，决战时刻剩最后5回，要拼冠军的奖金。11岁大学生倒栽1分50秒摕到冠军。把倒立当基本功练，对，每天至少都3分钟起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高一节前一天，甲徛卵徛4岁活动无同，家母爱好者好跳伫平安1936基地办趣味杂交的徛人挑战。跟往年传统不一样的一个立人活动，就是100人倒立的一个活动。然后我们想翻完这个立蛋的传统。寿山动物园是好条志刚妈妈，因应无共款动物特性，准备各种的粽。毋过古水水豚兄妹对大草粽无兴趣，较爱青木草。针对大型鸟科动物，亲像狮仔、虎是特制大香包，刺激视觉较嗅觉。里面的话，我们是事先放满了干草之后，我们把它放置在像是我们其他动物的兽舍，那还有展区来感染其他动物的气氛。那我们是希望说来提供给这些像是狮子、老虎，来提供它行为的丰富化。红毛猩猩是将大型香包做佚佗面，搁听搁放。动物园营造5日节庆的气氛，互动物斗阵应景过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